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初6，旧历的5月16，礼拜一。24节气今仔日来到小暑，俗语讲小暑过，一日热3分，也就是讲，为今仔日小暑开始，会一天比一天较热。也毋过其实也未到小暑的6月份的高温，已经热到互人挡袂牢了。全台湾13个平地测站，平均的温度29度半，是74年来观测记录史上的上高温。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热伤害的人数嘛来增加。国健署的统计，6月份有653个人因为热伤害来看医生，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。气象局嘛来警告，打来7月是一年内底上热的时阵。气象局针对8个县市发布着高温灯号的警示，尤其是大台北地区、花莲、台东、中国、甲西半部的山区，可能拢36度以上极端的高温。咱的乡亲时段若要出门，一定都要防日头晒，加啉一寡滚水。